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四呼吁印度尼西亚政府关注东突厥三维吾尔人的境遇，并指出北京当局对他们的打压是对宗教自由最严峻的威胁。蓬佩奥在访问印度尼西亚这个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时说，雅加达当局应该抵抗中方提出的无视其他穆斯林遭遇的折磨的请求。他说，北京当局对东突厥三维吾尔人实施了暴行，包括把他们关进巨大的拘留营，强迫他们在穆斯林斋月吃猪肉，拆散当地家庭，实施强制绝育等等。他也谴责中国强迫维吾尔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分离，并对部分维吾尔妇女进行强迫绝育。中国政府始终否认他们不当对待了维吾尔人。除了印度尼西亚，蓬佩奥本周还先后访问了印度、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希望借此巩固区域贸易和安全关系，以抗衡中共的影响力。美国官员批评联合国对维吾尔问题漠不关心。美国的妇女事务特使说，联合国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来调查东突厥三穆斯林少数民族受到虐待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全球妇女议题无任所大使科利援引有关强制节育、家访以及拘留中心存在性暴力的报道说，这些报道显示了针对妇女的普遍模式。他指出，联合国未能为东突厥三现况发声，未能进行有意义的访视，以及未能去调查这些非常严重和可信度非常高的指控。他敦促中国改变政策，允许联合国专家进入该地区。他对他所说的联合国对严重的指控和广泛的令人不安的侵犯人权行为完全缺乏好奇心或关注表示遗憾。美国司法部与联邦调查局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宣布起诉8名猎户行动人员。美方指控中共的做法从各个方面破坏了法律与常规。美国联邦调查局28日正式指控8名为中国共产党在美国从事追击反对派行动的人，并逮捕了其中5人。美国的法院文件称，被告在美国境内非法对反对中共人士进行追踪、监视和威胁等犯罪。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宣布对来自伊朗、新加坡和中国的8家实体实施制裁，声称前者参与了此前被美国制裁的一家石化公司代理的伊朗石化产品的买卖。美国财政部的声明宣称，这8家实体参与了由众祥石化有限公司促成的交易，或协助后者处理和转移出售这些石化产品所得的资金。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还称，伊朗的石油化工产品的销售仍然是伊朗政权的主要收入来源，并宣称这些资金被德兰黑用来支持中东各地的腐败政权和恐怖组织，最近还支持了委内瑞拉。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在对这一问题的评估中表示，伊朗政权正在从全球石化行业组织网络中受益。据哈萨克斯坦能源部新闻处消息，哈萨克斯坦能源部部长诺尔兰参观了位于突厥斯坦州苏扎克县的哈萨克斯坦法国合资企业。声明中指出，该国在2020年的前6个月生产了10434吨油，其中1554吨是从苏扎克县油田中获得。油从哈萨克斯坦出口到中国、美国、韩国、日本、印度和欧盟国家。